阿贵啊，不用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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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妈妈，啊，你是没看到俺就抽的边啊？哎呦，我个心肝呢，你要坐到你阿位也唔会欣赏，害我前到我眼望疲乏呢。你呀、你莫做，还上到跳哪当戏哎呦的嘛？拜托一下，讲爱准备结婚的东西，准备到你也唔见睇啦。啊，我个酒老喝。哦，阿良啊，拜托你好无？我喜酒就喊人准备好，你跳做落去啦。我该喜酒啊，文静哦，不能走起来啦。哦，哈，文静本人做走咧。嘿呀，今年唔系哦，送文静嘅亏生呀吗？错啊，有嘛个问题啊？原来哦，嘅问题是太跳了哦。啊？嘅亏生呀，系想要本山车抢走去的，你下文静哦，本人准做山车，走去衙门咧，赶紧想办法救佢啦！好啦，我知啦。唔对，你先去打探消息，我再来想办法哈。好，跟你讲的哦，同我讲的啦事情系你冒出来的哦，你要想办法救你呢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哦。哎呀！老妈妈，啊，莫按太上啦，我到你阿位啦。马嘅东西啊，你呀，让佢走去做山车啦，呀做非法的事情，你要要哪来做啊？哎呦，冤枉我爱莫啦！这条道，佢讲马嘅山车抢亏生呀，又讲马嘅你送本文钱。哎呦，我个心肝呢，我跳下出去哦，我想讲本日嘅特别嘅难忘嘅婚礼场哦，啊那地啊嘅半路风哦，我要念到嘅亏生呀，嗰度到文字啊，好，谈到我结婚，来，佢送我俩连对啊，啊我就想讲我念到了亏生呀场哦，啊我留在我嘅身边嘅所在，我也无好，所以啊。我就顺山吼，就将俩甲亏生也送本去，啊，那位地吼，就喺你个山车了，然后去抢走的啊。好啊，啊，我按恶啦。路漫做事来不灵通哎呦，险险拼命共同送，本钱系你嘅朋友。引导想法来帮助，两个文件，听日嘅朋友呢？错啊。无论样板人，一天哦，一定要想办法救佢啦。嗯。我潘安那无亲念，百姓几都爱嫌。我那潘安亲念，我晒饭叫也无。唉，相爱呀，来了个亲河人，做个烟路呀，可能哦，到了地方命。有关系咯，我上音安叫啊，全无油水，好拿。哎呀，这个样下去啊，我想啊，两手清风，清干咯。哎呀，哎呀！见过太爷，俩嘿，哦，太爷，哦，也个人啊，
就会强将相互当时嘅强盗。看下你的何名何相，担头起来。少年名喊王文静，强将我会麻烦太医呐。喺你头拿担起来就担起来，按多乜嘅话我讲，担起来。准命。果然哦，你斯文哦，唔过你差啊一啲啲嚟啲啲。哎呀，唔止你啊，我本日嘅面相啊偏稀啊，来，见哥娘把你重述讲来。啊，太医呐！想到当初嘅太家戏，张伟拄到嘅路卖地，嘅送爱爱来做生意，其爱结婚来报爱弟。当下下了一对联，路满亏身嘅正眼前，心上送从见爱可怜，爱阻碍文静来出头天。本想就此来送惊喜，可惜爱无钱来做路费，此时君也就来到位啊！错将啊，爱问啊，今啊，来我爱悔啊！一切事情皆见过，就会安用心，望得太爷一面茶。可以啦，哎，你一讲到哪位啊？哎呀，改讲嘅都讲咧。吓，改讲我都讲出嚟啊！哎呀，王文静啊！在你真好胆啊！你敢去偷拿上爷嘅开神呀？啊，更无相干，当场本人勒到啊！还有啊，等你送到个公堂来，人尊物尊都有，嘿挨看你呀！你都格格走走啊，唔是皮肉冲过，挨呀也好格格让你结案。太医呐！太医，爱本系嘅读书人，爱弟莫该按到礼义廉耻，给俺莫做嘅事情，你爱向俺要慢走咧。哦，咁呀嘅意思，你就唔肯走咯？你那唔肯走來你啦！哎，將佢押到重大司法，做咩？太严了！哎呀！
想啊，到前途啊，爱心有少，梁上大块爱情才后爱本子随呀莲呐，俩个肥晒烟呐，来个。为呀空啊，祖先那言啊，哎呦喂！爱不头啊，不拿起，来走啊，囡啊，太你讲啊。真啊，貌似啊骗啊，俺明明就冇做俺有幸的事情，亏损，那个鲁曼拿来送本爱嘅，太爷啊！你应该爱请个鲁曼，留佢门清楚了个安情，你有冇做得将俺扩大身子？明明啊，掠得胖胖的布，你强强我让我染到布啊！哈哈，鲁曼，俺夫妻为了鲁曼啊，俺讲你迄拍布也系无布，你爱走唔走，你那唔走来伊呐！哎，用重新。好，好。好，爱走就喺你走嘛。爱走，爱走就下了。谢了。太远啦，那点到嘞？按揭簿，写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。你头拿上日的东西，表示你的太切股，我让你判死刑。来，押进死咯！准备。好，死！太爷，俺父母来
众生啊，哎呦，哎，你用公婆回来请求你啦，总为什么你爱保佑我，保佑佢王文珍做得平安无事，佢真嘅唔系公用太多啦，来弟啊，再见太啊，我一听哎你介绍。大家上西堂哦，万人王文静，强将相父的宝物，虽不可杀，伊嘅裂了后，开刀定义，以示成功。哎呦喂呀，俩就惨你啦！真想你命啊，来唔嘛嘿个呀，用来无盼问情的问情的。那是海个呀，来往事呀，最爱永远谁不弃，谁不弃。两个这死无命嘞，佢哋哈事情闹到人太跳，恩勇甲神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，不用吃啊！要要地位按永远哦，你也则显太阳唔起去讲见呢哈！佢平常时啊，办案就按永远拖拖棒棒的，你下摆啊，你个文件的案件啊，办到案件哦。竟然哦，到底你去讲乜嘅东西啦？大家注意听哦，清理了后，巡按太人将经过此地拜访上衙，计量时将青土本巡按太人经过，百姓不得吵闹，巡按太人嘅经过队伍。哇，不用吃，有听到无？顺安爱到了你俩位呢？吼，你是讲到哪位去的啦？顺安来讲你们嘅事情啊？喂，我咱讲哦，现之时啊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做唔得啦，本文件拍拍往事。跟你还去这两个讲这么个东西啊？我做咩？还唔计较想办法？哦。阿弥陀佛，大家注意听，相府千金拍几年，即将到跑马寺烧香祈福，众位乡下，请速速离开。哈，主持拜托一下好无？因为太这家要爱来了，会祈求神明保佑呢，我嘛该做唔得强下来拜拜呀。错噶，哎呀，相府千金今年乃是拍家嘅太小子，佢喺老神明讲心内话，特别交代，限定人事不可踩旁，你哋就速速离开吧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行啦，喂，啊，佢哋安樣干啥？我用个啥？想办法啦。哦，对，用个啥？用个啥？用个。哎呀，啊咩？哎呦喂呀，哎呦嘿，想办法人啊，唔切唔念啊。唔係啦，歹勢啦，礙主唔係跳講嘅，礙好係冇注意看到咩？哎哦，实在要把你看死呀！哦，啊，有咧，哈，有嘞，唔係講嘢都是啊，啊，礙係講礙想到辦法咧，嘛该呀，抽一下你就想到办法嘞，给做的呀，那做就好冲嘞，那不是想到跳哪痛？嘿嘿嘿，你屁講這樣誒？
你在做嘛呀？哎呦，你没讲屁股这样咩？哦，唔是啦，是你讲正爱啦。哦，好啦，一次，两班。好，就安样，见天。多谢列位尊神嘅庇佑，本父亲亲非心爱子不愧心也。虽讲父亲非常嘅欢喜，富贵严肃，不过今年我嘅心中，还是希望请到一位义义勇君，一同孝敬父亲。只是这种话。不敌安用办对父亲开口，还希望生命成全。准备回府，也为五师祖抢了。师父抢了。两位五师祖，看你的面相，今日会发生两件事情啊！两位师父讲笑了。五师祖，你唔相信吗？按样呢？我先老你讲第一件事情，施主，你屋下的素菜，是唔是有保护失而复得？这，我再来听一件事情，我看施主你风乱神通，今日啊，你嘅义义龙君就会出现。唔过嘛，不过嘛该，你嘅婚姻系一婆三杂，爱经过考验。师父，此法用办说。虽然你嘅未来嘅夫婿王文珍系带定新妇爱老你结婚，却也是因为了这新妇不给神汉灵妇，不输干我之苦啊！师父，你讲王文珍？本庄嘅书生王文珍啊，老你系熟悉经验。不过了，这王文珍因为了个新妇亏身也案件，被判逆我，准得了死刑。一十年后就会开刀典刑，那时你还有固定的夫妻的缘分啊。半十年后，共同所在，你就会承认，也这亏身也就是你两下定情新妇。